美国总统川普批评告中用14岁各大 AI 图，那像自比亚所因教导不满，恐惊冲击其中选举。黎巴嫩南部4月15号，以色列空袭几马摆，当局指控以军攻击造成4个医护人员来死亡。4月29开始，日本黄金礼拜叫北港，咱观光署去日本宣传台湾特色，要吸引旅客来佚佗。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中南局势紧张，罗马天主教宗良14世最近针对伊朗战争发表批评，呼吁各方赶紧停手。也这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真无欢喜，伊看一篇文章热长讲良14世伫咧打击犯罪真冷静，外交政策是有够害的害。也川普佮讲，伊若无做总统，良14世根本就咧正做教宗。这一篇长美良14世也无够，川普佮打2张 AI 图，家己甲耶稣牵做伙。川普这作为是引起议论，民主党讲要来罢免，也意大利的总理甲批评，就连互美国搁在伟大的支持者嘛唔听。根据培育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这个大选白人的天主教徒有62%是加票等候川普。今嘛川普踏到教徒的红线，就惊讲其中选举会受到冲击。He's a man that does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toying with a country that wants a nuclear weapon so they can blow up the world. I'm not a fan of Pope Leo. 川普称良14世软正真害，而且真左派。佮讲伊会当做教宗，拢嘛因为伊佮大文质疑，伊朗战争2个月已经杀死至少42000个手无武器的抗议者。敢有人会当甲教宗讲，安尼良14世13头一逝去非洲访问前，又佮发出坚定的反战信号。I have no fear of neith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or speaking out loudly about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and that's what I believe. 之前，川普也搁伫真实社群搭一张 AI 的图，甲家己画作哪亲像耶稣的形象，引起争议。后来伊甲伊删除，无几工伊搁转搭另外一张伊甲耶稣互相意外的 AI 图。网络政治媒体 Political 报道，川普后来解说，伊认为迄张 AI 图上是甲家己描画作医生，毋是耶稣，而且甲红12岁有关。毋过一寡天主教徒毋是安尼想的。I'm kinda disappointed of how he reciprocated that position to our God, but that's his opinion. I will pray for him. That's all I can say. Nobody should compare to Jesus or anything. I just think Trump goes a little overboard with his social media stuff, and I didn't think that the Pope would get involved in something like that. I still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BBC 嘛以川普甲教宗的矛盾当伫公开上演做标题，报道分析川普可能会失去宝贵的支持。国家 AI 生成图这个事件，无论对福音派还是天主教徒来讲，拢是禁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大选有62%的白人天主教徒拢投予川普。国较卖讲，每家重要的基本盘福音派选民，这拢是川普所掌握的较未变动的政治力量。安尼这个做法致使选民失望，川普有可能伫11月期中选举了后，煞变做败卡总统。公司新闻洪瑞梅编译。黎巴嫩南部4月15、17号，以色列空袭几马摆，当局就指控以军锁定9号人员发动攻击，造成4个医护来死亡，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也这场战争拍到即马是已经造成成百个黎巴嫩的医护人员无命，南部的医疗体系来崩盘，致使愈侪居民有路无厝。以色列和黎巴嫩伫华府举行历史性的会谈的过程中，以军空袭的炮火，搁一摆侵袭黎巴嫩的南部。救援人员赶去现场，抢时间，甲伤患送去救护车的时阵，家己嘛变作防攻击的目标。The Israeli military today launched 3 consecutive attacks on 3 different teams of paramedics. First, there was a paramedic team that, as is normal, responded to an emergency call. As they were arriving to Meifadoun, they were hit by an Israeli drone strike, killing 2 paramedics at that site and wounding others.
And then the paramedics sent yet another team in order to rescue that first team. And as they were arriving to the town, another Israeli strike hit that team. 黎巴嫩的卫生部是强烈谴责这摆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而且指出讲对这波冲突爆发以来，40多天来已经有超过90个医护人员无命。以色列的军方是表示讲，正在调查相关状况，而且指控真主党是长期利用救护车在做掩护。هل هذه منشأة عسكرية؟ وين الصواريخ اللي بقلبها؟ وين الرصاص اللي بقلبها؟ هل هيدي خوذة عسكرية؟ بأ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كما ذكر عم نحكي من اتفاقيات يمكن ما حدا كان يعني بوقتها كان خلقان، عم نحكي باتفاقيات جنيف ولاهاي وتعديلاتها.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强烈的空袭，对医疗基础设施是造成真大的破坏和压力，嘛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无所在通发大。半岛电视的报道是分析讲，这是以色列的策略，甲黎南变作无适合大，拄好甲居民赶走，甲当地变作无人的缓冲区。 联合国估算，黎巴嫩已经有120万人封闭咧离开家园，占全国人口的2成以上。这些家庭是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就是无法度把罹难的厝内人送回去故乡，安葬伫咧组团的家族的墓内面，只会当暂时安置伫咧首都贝鲁特。但是以色列伫咧黎南挖边境30公里的控制区，已经差不多互战火摧毁啊！带过身的亲人返乡变作真歹实现的愿望。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 美国甲伊朗讲要停战2礼拜，到4月2日，即马有风声讲双方同意停战，要搁再延长2礼拜。不过美国甲伊朗是拢讲无，也这场战争到底会拍到当时？美国总统川普讲啊，中国已经答应要搁提供武器予伊朗，战争真紧就会结束。 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美东时间10时接受美国媒体 Fox 新闻采访，表示美国甲伊朗伫咧停火期间，双方已经有较放令啊，接下来2天会恢复甲伊朗的谈判。伫咧美军封锁伊朗港口，而且会要求伊朗的船只登去港口了后，甲伊朗的战争就非常晚近结束的局面。And I think it can be over very soon. If they're smart, it will end soon. Trump 佮表示，捌写批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莫甲伊朗提供武器。因那习近平嘛答应，未提供任何武器予伊朗。因那 Trump 伫咧15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声明，认为中国会非常欢喜，家己为因甲全世界永久性开放荷姆兹海峡。美冲突伫咧顶礼拜达成临时的停火协议，这个协议予双方的停火到221。 15传出负责等世国家当咧拍拼，甲双方烧圆仔，佮延长停火2礼拜。双方伫咧原则上已经答应延长，这对进行更加侪外交和平会谈是有更较好的进展。不过，这个消息煞尾去予美国甲伊朗的官员反驳。 I saw some reporting, again, bad reporting this morning that we had formally requested an extension of the ceasefire. That is not true at this moment. We've remained very much engaged in these negotiations, in these talks. در مورد حدس و گمان‌هایی که راجع به تمدید آتش بس و این مباحث مطرح شده نه هیچ کدومش قابل تایید نیست فعلا همون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外国媒体发新社用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表示伊朗军方就讲，若是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对伊朗的商船还有油船制造无安全的因素，会看作是违反停火协议的征调。伊朗的军方嘛会主动红海、波斯湾，还有阿曼湾贸易的路。对这件代志，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率领代表团前往伊朗首都的德黑兰，甲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会谈，积极推测美伊继续停火谈判。也若对川普伫咧委内瑞拉、伊朗前后引发战争的行为，美国参议院15嘛针对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进行表决，不过要是无法度成功过关，这嘛是美国民主党第4摆限制总统发动战争权力，不过要是失败。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4月29到5月初6是日本黄金礼拜，是拢总休8天。咱观光署指出讲哦，根据数据，日本黄金礼拜海外旅游的这个需求是年增加154%。其中，伫咧高雄、台南、甲新北好耍好食也钱开了会好，是受到日本旅客的关注。
日本旅行社就表示讲日本人出国上爱去的所在，台湾排伫咧第2。去年日本的旅客来到台湾佚佗，差不多是有150万人，占咱台湾外国旅客的市场占上界大地。即马日本是要休8天，搁因为讲中东战争日本人出国改做讲以地道为主。咱台湾甲日本搁近观光署就把机会去日本来宣传，来台湾游览。元素大饭店这个宫殿的建筑真受到日本旅客的欢迎，开放当日到来参观，有日语来导览。即马日本呢是已经甲大鸟型还予中国，要看大鸟型上近的所在就是咱遮。就有日本的旅行社推出去到台湾，来咱台湾看鸟型坐缆车的这个行程是成功引起关注。将传统服装表演泰鲁阁舞蹈台湾原住民的演出，向日本人欣赏。大家一碗卤肉饭，一杯珍珠奶茶，打为头前人擦擦擦。在东京秋叶原的台油馆活动，可以品尝台湾美食，欣赏原住民舞蹈，还可以抽机票，就是希望借此来抢攻日本人的黄金周旅游市场。今年黄金周为4月29日开始，上长有8天连假，是海外旅游的大月。航空公司、旅行社业者拍拼，甲人客宣传台湾的观光行程。来月に台湾に行くので、その事前準備というか予行練習で来ました。せっかくの休みで、ちょっと円安もあって、あと近場ですごく美味しいご飯を食べられるので。台湾が大好きなので、台湾の情報を何かないかなって見に来ました。根据日本各大旅行社统计，今年黄金周热门出国地点台湾排第2。业者讲，台北周边九份老街、放天顶这的经典行程上热门。另外，坐高铁一路算到高雄的商品，人气嘛愈来愈悬。韓国が1番の集客なんですけれども、2番目で台湾というのがしっかりと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して、全体的に見てもちょっと高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ようなヨーロッパですとかというよりも近場のところでという方が増えているかなと。中東情勢の影響でヨーロッパの旅行をやめられたり、中東の旅行をやめられたりするお客様が他の旅行先を選ばれる、安心安全のアジアに行かれたりとか、あとはオセアニアに行かれるという傾向は増えてます。中东局势影响，面对机票价格大起、航班变动的不确定性，让日本人爱选较近的国家佚佗。台湾颠倒占较优势。台湾我们相对来讲是距离比较近，而且可以很容易就出发到台湾，可以3天2夜或2天1夜的这个小旅行，其实都非常的便利。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个方面相对的优势。去年来台湾的日本人差不多150万人次，是来台湾旅客上大的市场。今年旅游业界同款真专力，要抢攻黄金周的商机。公司国际记者施旭和日本东京报道。看到土耳其一个14岁高中2年的学生，拿像实体因老爸穿去到学校犯案，造成8学生、一个老师来死亡，13人受伤。也这个涉案的学生伫咧混乱当中来无命。这已经是土耳其2天来发生的第2宗校园枪案。校园枪案发生了后，大庭家长甲民众客伫咧外口，救护车来来回回，甲伤者送病院，同时也供出罹难者的遗体，场面乱糟糟。土耳其中南部卡拉曼马拉斯省当地一间中学，15传出枪案，一个高中2年的查甫学生伫咧校园内底随机开枪，造成8个学生甲一个老师死亡，另外13个人受傷，其中6個人重傷，也乃嫌犯家己也伫咧混亂當中死亡。Sabahçı öğrencilerin tam dağılma vaktinde kendisi de öğleden sonra okula devam eden, okulda öğrenci olan 8. sınıf 14 yaşında bir öğrencimiz evden getirdiği silahlarla okulumuzun 2 sınıfına girmek suretiyle媒体指出，这个开枪的学生15下晡早5支枪，7个枪支客仔入去学校，随对2间教室开枪。这个枪是伊做警官的老爸的，这个老爸已经被警方拘留，也不过犯案动机也搁需要调查。Evet, 8. sınıf öğrencisi, okulumuzun öğrencisi. Babası eski bir emniyetçi. Onun silahlarını aldığını tahmin ediyoruz. 土耳其的校园枪案真罕见，也毋过这已经是2天以来第2届的校园枪案。14伫咧东南部一间中学，18岁毕业生也穿转去学校乌白单，造成16个人受伤，了后搁自杀死亡。当局也咧调查犯案动机。内政部强调，这2宗枪案拢是独立的事件，毋是恐怖攻击。土耳其的枪管制真严格，所有的枪拢必须爱登记执照。买的人也着进行心理甲犯罪背景的调查，非法举枪会判重刑。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
匈牙利反对派领袖马加尔宣言已经落权16党的后班正做新总理。上紧伫咧5月中就会正式上任，也马加尔除了要做新政府，伊嘛公开要求支持后班的总统爱落台，佮宣布讲要暂停公共媒体，要推动新的法律来确保新闻自由。 匈牙利后任总理马加尔伫咧赢大选了后，不用咧留做新政府，则是伊前往总统府拜会进前挺奥班政府的总统苏尤克，佮伫咧会前就公开要求对方落台。 hogy példakép legyen a magyar emberek számára, úgyhogy még egyszer megismétlem az új kormány megalakulása után távoznia kell a hivatalából. Többiről majd utána tudok beszámolni. Köszönöm szépen a türelmüket, minden jót! 马加尔会后，佮表示着凭伊尊重甲自由党伫个国会多数的优势。那苏尤克总统无要主动辞职，可能会透过修法将伊甲奥班安插伫国部会的亲信拢甲撕掉。 除了政治人士的布局，媒体政策嘛正做改革的重点。马加尔宣布上任了后暂停公共媒体的新闻服务，佮推销新媒体法，伊佮甲国家广播机构 MTVA 甲正做政府宣传工具的北韩国营媒体来批论，长期以来对伊的阵营报道拢无公平。 Van humora a propagandának, és ezzel zárom. Másfél év után ma reggel kaptam egy meghívót a közmédiába, hogy menjek be élő egyenes adásba, és ismertessem a Tisza álláspontját. Értem a viccet, de nem szeretem, ezt tudom. 过去奥班阵营的盟友掌握超过400间媒体，和独立媒体用要无生存的空间。盟友嘛坐个批评，匈牙利的新闻自由倒退路。马加尔佮指控奥班政府当咧大规模毁掉有关泄露后面机密的文件，毋过受到匈牙利外交部反驳，讲是无影的代志。 伫咧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马加尔政府阁面对上大的经济压力，目前超过160亿的欧元的欧盟疫情复苏资金，因为法治争议，也阁互冻结。布鲁塞尔适合8月底是上尾的期限，那匈牙利无法度达标，资金恐惊会乌有去。马加尔的胜选，互匈牙利出现转型的机会。 对权力结构、教媒体体系拢有可能会大幅度的改变。不过，伊强势推动改革，直接挑战现有的体制，嘛互政治对立压悬。接落来几个月，就是观察匈牙利是毋是会当脱离非自由民主的国家，走向制度定建的关键时刻。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 即马所谓时代人较无爱看电视，该看串流平台，佮加上讲即马通货膨胀制作的成本来增加。英国广播公司 BBC 财务是真有压力，因就宣布讲要伫未来2冬来裁员2000人。 成立103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昨个宣布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代理总裁戴维斯发布内部会指出 ，BBC 面临真大财务压力，为减少营运收支的差距，会伫未来2年裁掉1800到2000个职务，差不多占1%的员工数。按算裁员规模加减少节目预算，应为 BBC 省差不多5亿英镑，合台票214亿的营运成本。戴维斯表示 ，BBC 承受的财务压力主要是节目制作的成本继续增加，政府授权使用费用价值也为政府冻结收费加通膨因素减少14%。数位时代改变观众的收视习惯，串流平台抢走少年观众，互内容产业的制作成本一直高起来，为维持节目品质需要预算也欠悬，互 BBC 面临真大的财务压力。BBC 被看作是全球公共媒体指标，不过这几年 BBC 节目争议真多，尤其是2015年一部纪录片，因为不当加出美国总统川普部分的演讲，暗示煽动自2021年1月7日国会山庄暴动，引起批评声音。川普提起100亿美金的诽谤诉讼，虽然迄时阵 BBC 总裁甲新闻部执行长上将落台，不过依然重创100年媒体上骄傲的公信力。就伫 BBC 新的总裁，也就是前谷歌欧洲区事业总裁布里廷5月上任进前 ，BBC 宣布这15年来上大规模的裁员消息。根据一项外流的内部民调显示，过去一年，敢若34%派 BBC 员工对领导改善有信心，比前一年62%，是前5年上低点。网络时代改变大家接受自新的行为甲习惯，数位化也撼动传统的媒体，连100年老字号 BBC 都要思考未来营运方式。公司新闻郑淑芬编译。印度政府对这个月开始落去普查全国人口，也印度总人口是超过14亿7千万人，全世界上介济。因政府就预计讲要出动300万的公务员，用1冬才有才调查人口调查好完。
有14亿人口的印度是目前全世界人口上侪的国家，公共场所常常拢是人吵。不过，这个人到底是查甫查某，老的也是少年的，种族信仰阁是啥，都需要普查资料来解答。印度政府宣布讲，对4月初1开始，会用几年的时间来做全国的人口普查。不过，印度有这么多人，想要全部拢调查了，是一个大工程。政府暗算的动员全国300万的公务员，伫全国60几万的城镇和庄仔头来做调查，嘛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普查。印度人口的普查每10年会做一摆，这摆的普查本地2021年都应该做啊，但是去拄到新冠疫情，才延前甲大家做。Become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the data to properly plan, especiall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Because wit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you have high capital expenditure. You cannot afford to go wrong. And in many cases, because of the census not getting done on time, we might be planning for a smaller population, even though our coverage has to be higher, because the actual number of people might be higher. 有专家指出，讲这份调查会当让政府的政策变甲更加有路，替印度的民众提供更加好的服务。这摆普查嘛是官方90多年来第一摆正确调查印度人的精神，这种调查制度影响真深，在现代社会安怎变化，和学者专家真好奇。That is, every individual will have to tell the person who comes to their household what is his or her caste, and the attempt is to find out the caste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period. 印度各地是存在大量的精神群体，但是相关数据有限，无到早就过时。这摆普查虽然会当更新资讯，但嘛有人批评讲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公司新闻有派准编译。人形机器人开始会甲咱人斗相共。波兰就有机器人去互翕到讲，伫咧街仔路赶夜市，中国有机器人爬悬去哩到大楼的外壁，到做有危险的工课。三只野地伫华沙市区是大街，但真顺到前辈人形机器人马上伫后边赶。翕这围边的民众伫影片内底画加油，机器人最后成功将野地赶回森林，佮会手向野地告别。这机器人叫做爱德华，是2个波兰的资深科技专家为中国引入，常常出现伫公开活动甲社群影片，用模拟人类行为甲民众互动。伫赶野地红进前，伊已经有未细名声，百姓要到国会访问甲议员交流。在中国，这个亲像蜘蛛人的人形机器人，被去河北长沙这个咧起的体育馆外边进行焊接甲挖井工程。为了训练模型，我们的机器人累计作业超10万小时，已经完成作业距离225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超半圈，累计作业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海量丰富的案例让这款机器人得到充分的学习，变得越来越聪明。除了用伫建筑顶悬，这机器人也导入能源设施就化度准则，甲准的相关作业，协助人类完成较危险的工作。这个案例显示，未来进行机器人的进一步加入人类生活，加做上好的下手。公司新闻张慧斌评论。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